想另一半越嚟越愛你，仲想俘虜佢嘅心。老公忙於工作，成日加班，仲出外公幹，聚少離多。喺呢個時候，女人一定需要做多少少嘢去維繫夫妻間之感情。咁今日呢個話題就啱晒啦。哪種女人最令男人去寵愛嘅呢？當你聽完今日嘅分享，你就會知道點樣可以令到男人對你死心塌地。Hello，大家好，我係凌風 Windy，歡迎嚟到我嘅頻道。今日我會分享兩性關係嘅心靈成長知識，等多啲情侶同埋夫妻可以擁有佢哋幸福美滿嘅人生。請俾個 like 同埋免費訂閱我個頻道啊！多謝。揀啱一個老婆係男人一生嘅投資。一方面，孩子會有一個聰明嘅媽媽；另一方面，你會有一個聰明嘅伴侶，互相扶持。咁你話生活有幾美滿呢？所以男人決定同一個女人結婚之前，一定會諗：如果我同呢個女人結婚，幾年後會唔會有厭倦嘅感覺呢？當然，擇偶嘅權利，無論係男人同女人，都係相同，同埋有雙方嘅權利嘅。但係我哋今日集中講翻，哪種女人係男人最寵愛先？有調查數據顯示，哪種女人最受男人寵愛，同埋女人最吸引男人嘅特徵有以下呢三點。就算你擁有以下其中一點嘅話，你嘅男人都唔會走出你五指山。尤其係第三點啊，冇一個男人可以抗拒，會對你死心塌地。一定要聽到最後啊！第一點，女人要有籌碼。我喺呢度所講嘅籌碼就係你嘅價值。一段好嘅婚姻，一段好嘅關係，雙方嘅能量同埋能力都要不相伯仲，大家都要一齊共同成長同埋進步。如果比起一個只係識得撒嬌示弱嘅女人，男人會更加中意同自己能力相若、不相伯仲嘅女人一齊。所以要男人更加寵愛自己，就要經營好自己嘅籌碼，俾到對方最優質嘅愛。能夠長期被男人寵愛嘅女人，一定要有自己嘅本事，要有自我價值。一段美好嘅關係唔係需要依賴，只需要陪伴。由於數據嘅顯示，因為有好多嘅男人根本就唔想成為女人嘅全部，只係需要一個能夠一齊努力、可以共同成長嘅一個伴侶，合力創造豐盛嘅人生。所以女人永遠都唔可以將自己嘅生活同埋未來交晒俾你嘅男人㗎，要保持經濟獨立，掌握好自己嘅籌碼，包括你嘅經濟能力。或者你可以平衡到家中大小嘅關係，打理得屋企井井有條，令到你嘅男人無後顧之憂。女人要有籌碼先可以面對所有感情嘅風浪，男人又點會捨得抌低你呢？就係因為你有籌碼，你有價值，個男人就會寵到你上天㗎喇。第二點，女人要有穩定情緒。每一個人最大嘅敵人唔係毅力，唔係耐性，唔係堅持，而係情緒啊！一個情緒穩定嘅女人，做事會有分寸，對生活態度樂觀，唔會強人所難，性格溫和有禮，亦唔會無理取鬧，更加唔會大發雷霆，經常都會處之泰然，處於高能量嘅頻率狀態。佢從來都唔會因為小事而崩潰，遇到人生嘅低谷都唔會絕望，就算遇到問題都會耐心去諗辦法解決。當老公失意嘅時候，亦會溫柔相勸，就係因為佢情緒穩定，面對生活所有嘅問題都深信船到橋頭。當佢面對大風大浪，都會依然平靜去面對，表現得從容不迫，溫柔淡定，不慌不忙。呢個女人可以做到得之坦然，失之淡然。咁呢一個咪就係我哋吸引力法則顯化成功嘅境界啦。呢一種女人又點會唔令一個男人念念不忘，同埋會捨得放手啊？
第三點亦係最重要嘅一點，女人要懂男人心。喺調查數據顯示，其實有好多嘅男人個心聲都係話，要維繫一段關係都覺得幾攰㗎，覺得需要被理解、被尊重、被欣賞同埋被愛。無論係平庸嘅男人，還是係優秀嘅男人，佢哋全部都中意一啲明白男人心嘅女人。例如話，個男人中意安靜，中意睇書，中意慢活。而個伴侶就中意熱鬧好動，中意戶外活動。如果互相不懂對方嘅心，喺呢段感情關係上面就好難再走落去噶啦。相反，女人懂得男人心嘅話，知道佢中意啲乜嘢，就盡量投其所好，建立共同嘅話題，令到雙方都有同頻嘅精神世界，就可以贏得男人嘅心噶啦。喺我哋嘅一生，遇到愛、遇到性都不及遇到了解咁重要㗎。如果女人想被男人寵愛嘅話，一定要懂得男人嘅心，因為懂得男人嘅心嘅女人，佢會知道男人幾時寂寞，幾時有壓力，幾時需要傾訴。當男人遇到挫折嘅時候，女人最好就作出鼓勵同埋支持，令到男人可以重新振作，有翻自信。每一個女人都要清楚知道，其實男人佢係有一顆做英雄嘅心嘅，佢需要被崇拜，需要被體諒，需要被肯定。其實女人就係男人背後最大嘅力量，到時係佢冇咗你唔得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女人擁有以上呢三種特徵嘅話，咁男人又點會捨得放手啊？仲會愛不釋手。擁有呢個女人簡直就係男人嘅驕傲，仲會將呢一個女人寵愛一輩子。到時候你哋大家都會心想事成，擁有幸福美滿甜蜜嘅人生。希望你中意今日呢條影片，歡迎留言俾我啊！如果呢條影片令大家清楚知道點樣可以令一個男人寵愛你一生一世嘅話，請讚好、訂閱同埋分享出去啊！多謝。